復更啦，復更啦！又係分享古董嘅一期啊！抹一抹啲年代痕跡先。嚟自於90年代台版嘅一隻 Auto Combat 6合1機器人，入邊6台小載具包括一架叉車、一架小鏟車、一架火車頭、一架消防車、一架雙頭鑽探車，同埋一架簡陋到爆嘅飛機仔啊！見到鑽探車嘅車尾有一個機器人嘅頭雕，就知道呢6台小載具可以進行合體啦。正所謂萬物皆有原型啊，雖然單睇樣認唔出佢究竟嚟自啲乜，但係從玩具整體嘅合體結構就可以睇出，其實佢係嚟自於《勇者急先鋒》入邊嘅凱撒大帝。當年嘅山寨廠商應該就係參照佢嘅玩法而設計出嚟嘅原創機體，所以除咗機器人形態，佢亦都可以好似 DX 嘅凱撒大帝咁，擁有一個載具嘅合體形態。雖然擁有一啲簡單嘅插拔步驟，但係其實同直接將機器人瞓低，亦都相差無幾啊！咁今期嘅分享就先到呢度啦。想睇到其他好玩嘅老物嘅話，下期再見。